第一咧就係、雖然我哋現時嗰個流失率咧係穩定同埋下降，而我哋嘅人手咧係不斷咁錄得正增長，但係咧醫管局未來幾年咧對呢個醫護嘅需求咧仍然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10年嗰個建院計劃咧而家係如火如荼咁進行緊嘅。咁啊喺呢個例如舉個例啦，就喺呢個新嘅啟德醫院當佢完成嘅時候咧，將會有2400張病床。咁啊，伊利沙伯醫院搬過去咧，而家伊利沙伯醫院咧只有大概係2000張病床，咁所以咧係會增加幾百張病床嘅。另外咧，威爾斯親王醫院咧重建之後咧，亦都會咧係有2300張病床。北區醫院重建咧就仲增加得犀利。北區醫院重建喺2年之後完成之後咧，佢嘅病床數目咧係會由而家嘅700張咧增加到2200張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睇得到咧，喺未來嘅幾年咧，醫管局咧係必須要繼續咧係聘請醫護咧去應付開呢啲病床嘅，配合啲醫院落成咧，同埋呢個服務咧會不斷增長嘅。我哋作為公營醫療機構嘅呢個體系嘅骨幹咧，培訓醫護嘅專業人才咧，一路係我哋嘅優先工作範疇之一。